国际新闻来看，中国最近积极伫太平洋军事布局。美国总统拜登伫北京甲太平洋多国领袖开会，宣布讲会派出头一支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军舰来提供训练甲合作。但国友邦秘鲁的总统惠素临时表示讲，美国甲秘鲁等个讨论讲，打算要伫秘鲁常态性的部署先进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。President Biden, your message to China as you stand next to these leaders today. 美国总统拜登2号伫北京，甲太平洋多国领袖召开2月以来第2届国峰会。拜登致辞的时阵，虽然无讲到中国，不过宣布会派头一支美国海岸防卫队舰艇，负责甲太平洋多国合作，甲提供训练，阻挡中国意味是真高。The United States committed to ensuring the Indo-Pacific region that is free, open, prosperous, and secure. We're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all the nations around this table to achieve that goal. 美国对中国进入太平洋加强警戒，想要伫咱国友邦秘鲁部署防空飞弹。因为美军按算伫2026年伫秘鲁部署雷达系统。参加峰会秘鲁总统惠素人甲日本媒体讲，除了希望美国海军舰艇搁较接起秘鲁港口，嘛向美国清楚表明，若要伫秘鲁有一个雷达基地，就应该爱常态性部署先进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来防御。中共它向这个远海的扩张，所以现在第二岛链会变成一个重要防卫方向。那美国跟帛琉强化这种军事安全合作，势必可以强化对于帛琉的一些补助。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，美国希望甲伫西太平洋战略重要位置的秘鲁，甲菲律宾扩大合作，以防台湾出代志。总统蔡英文日接见来拜访的澳洲国会议员，嘛强调印太安全。共同守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是台湾和澳洲共同的目标。We support an open and inclusive Indo-Pacific based on respectful and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rules-based order. 总统感谢澳洲伫咧国际场合对台湾的支持，嘛相信双方会守护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共同目标，开创更加丰富的成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